跟它小小画一个眼睛，它就可以变成一个生命。竹山镇一位生态导览员林丽娟，拢会甲咱伫涂骹的种子或者是果子捡回去收藏，佮会发挥创意，替果子创造出新的生命，变作门牌破烂等等的艺术品。一直想说我要怎么去突破我现在的这种学生态的这种面向，因为你如果做 DIY 手作，那你可以教人家的时候，你自己也可以增进。南投县有真好的生态环境，嘛有真侪所在会当捡种子。民众若想要捡种子，当去做艺术品，一定要捡涂骹的，袂使去破坏生态环境。南投的种子其实跟别的地方的种子很多都不一样，气候啦，那个土质什么都比别的好。所以它就会长出很多不同面向的种子。因为我基本上对植物我就是友善，就是他给我的面向就这样子，我还给他的面向也是这样。伊嘛配合这项创造相关的手工艺课程，让民众来参加，做伙为种子创造出新的生命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